叶村长叶之前。村长好。文兰村的村长田文才田村长，以及我们会长联谊会的会长孔文琪立委立法委员主任，郭林峰郭主任。还有叶组长叶协武，这副市的欢迎林组长林桂生，部落苏组长李国成，刘一门刘组长，苗文的组长岳珠许组长，欢迎。感谢这1个多月来支持以及关心乡公所推动各项政策的乡亲，有你们的陪伴，乡公所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之下，才会更进步、更茁壮。我们村这种系列活动所举办的活动的宗旨在于提升我们农民的经济效益。今天活动会场也设置了许多我们在地农户的摊位，在展售他们所精心培植的农特产品，请各位乡亲多多的去捧场。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谢谢。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我们公所团队以及我们的承办课课室在利用假日的时间来这里协助办理我们春之颂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然后今天呢，天气也真的是天空不作美但是还是浇不熄也挡不住我们乡亲的来参与，然后非常感谢。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无非也是说要推展我们农作物的推展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我也祝福我们今天的与会来宾，还有我们的乡亲朋友，然后在做我们的活动能圆满的顺利，也祝福大家平安顺心，谢谢。除了欢迎大家，当然也感谢大家能够大下雨天了，还是来到我们木姑木里这里谢谢大家了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最后的这个活动能够非常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以及长官们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呢，等一下健走的时候可以注意安全。那也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能够摸到大奖但是也别忘了要帮我们的农产品多做推销，带一个伴手礼回家谢谢，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祝福大家今天的活动顺利，也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谢谢会长。